同款伫咧宜兰东澳粉鸟林，伫咧最近这几年是真呛，不过所有游客去耍水，含这当地渔民起冲突，所以这县府就有个讲要限制当地耍水活动，伫咧当年的特定时段嘛禁止入去保育区内底。 生存的游客甲巡守队发生冲突，宜兰东澳粉鸟林必备景点的海域，这几年青红真侪著名的观光景点，有真侪人来遮耍水上的活动，盐谷也常常发生冲突。官府最近有个要公告，限制禁止当地这些活动。保育区内的航道以及保育区核心区内从事水域游憩活动的范围、时间。 跟种类进行相关的限制。照官府公告的内容，针对当地航道要求水域游客活动就要快速通过，袂当停留。常常发生冲突的水产保育区核心区，每年4月16到10月30日，早起6点到暗时6点，禁止拖背线水上奥多拜。若是违规，会当依照发展观光条例处罚。 粉鸟林必备景点海沙坡，公部门一直伫咧做流水的观光设施，就算是冬天淡季，也是有真侪游客来遮拍卡翕相，也有真侪人来耍水上的游憩活动。对县政府有公告的内容有无共意见？如果你说航道它要进入的时候有规范哪一个时间点规范，渔民呢根据这个时间点可以。 避开风险它禁止水域活动的话是没什么道理的啦，这一点是我们比较认为不合理的部分。当地渔民认为这份公告就敢若是海上的交通法规，会当维持海上的秩序。不过海防这些联盟认为，当地水产保育区的保育目标拢伫咧海底，唔是伫咧海面，禁止海面上的这些活动无合理。 县政府讲会收集各界意见研究，伫咧有共识了后，相关规范才会正式公告实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